出身澳门，在香港发展的名模 Candy 徐启文，曾经和富商许晋亨有过一段情，虽对方最终娶了港星李嘉欣，徐启文也于2011年和身家100亿的澳门制衣业太子 Simon 结婚，并为他生下一子。只是豪门晚难啃。日前徐启文受访时坦承已签字离婚，结束7年婚姻。据香港东网报道，徐启文坦承先前已和 Simon 签字离婚，他透露2人是和平分手，因为性格不合，这2年来各忙各的。他做生意，我除了照顾小孩以外，也继续模特儿工作及发展其他生意。他不讳言，虽然有为了儿子尽力修补夫妻关系，但始终缘分尽了。徐启文也透露，儿子抚养权归他，前夫会定期看儿子。徐启文离婚前曾耗资4000万台币和友人一起合作珠宝批发生意。他表示自己在前夫身上付出了10年的青春，虽然最终离婚收场，但不管怎么样都要向前看，不会因为失败而灰心。